are chasing after birds。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奧丁 BB 同豬頭仔嘅頻道。呢條影片講下我最近玩 FPV 嘅進度同埋體驗。喺過去嗰2星期呢，大話我都飛咗 FPV 10幾次噶啦。由最初盲摸摸嘅新手模式，去到正常模式，最後啟動 Sport Mode，仲試過玩到頭暈，差啲想嘔咁滯。嗱，而家呢個畫面就係我喺天橋底，喺一個比較細嘅範圍練習左穿右插啦。而呢啲場景呢，就最容易頭暈噶啦。如果係一個好開闊嘅場景度飛呢，其實 FPV 基本上係冇乜難度嘅。尤其是我係用雞髀嗰啲叫體感控制桿啊，係咪叫咁講啊？你指去邊，基本上就飛去邊噶啦。即係你唔作死呢，其實係完全冇問題嘅。今日我想出嚟飛 FPV 啦，咁啊將 Leo 都帶埋出嚟啊。嗱 Leo 而家嘅身份呢係訓練機嚟嘅，咧就唔算係我訓練機嚟，因為我 Leo 2飛咗幾次 FPV 噶啦。咁理論上呢，基本操作我係識噶啦。我為咗配合豬頭仔嘅訓練機啦，咁啊加個用嘢喺度，即係好似清兵咁咧，基本上有佢都冇換嘅。咁啊喺佢離開呢個世界之前，我盡量玩到佢幾次啦。我飛過 Leo FPV 1次噶啦，不過嗰次呢，風又大過今日嘅，係會吹到逆風嘅時候會吹到 Leo 係唔喐嘅，所以我都會注意呢個問題啊。如果我順風去得到呢，唔代表我逆風翻到嚟嘅，即係始終 Leo 嘅動力係同 Leo 2係爭咗一大截嘅。哇，亂咁坑喎，負數嘅，哦，成功穿過橋底啊，得意喎。啊係啊，因為我起飛嗰個地面係高過嗰度嘅，我而家比較高嘅位置起飛，所以佢坑我係負數啊。頭先負3點幾米，望到個數字嚇一跳啊！好，而家換 Leo 2上場，大家可以留意下佢畫面啊、速度、馬力等等。而家風力係大過頭先飛 Leo 1嗰陣時嘅，但係 Leo 2咧飛起嚟就更加穩定，高低立見啊，真係冇得比嘅。而且速度真係快好多，而家係42、43公里飛緊嘅。頭先 Leo 好似係20幾、30幾之間啊！唰一聲飛到咁鬼遠啊！唉，如果 Avatar 嗰啲就唔知飛到邊度點啊，飛到深圳嚟已經可能。好可惜啊！呢幾日我飛 FPV 咧都遇唔到啲會飛嘅雀仔啦，雀仔嘅會飛啦，即係遇唔到會飛嘅物體啊！我最想就遇翻上次嗰啲鷹啊，因為鷹係好中意滑翔咧，就好能夠配合我嘅飛行軌跡。講翻用 Leo 1同 Leo 2兩部機去玩 FPV 嘅體驗。如果 Leo 1呢，咁速度真係實在太慢啦，就算我係 Sport Mode 呢，都係最多飛到30公里時速嘅啫。咁而 Leo 2呢，最快嘅時速大概係43至44公里度啦。其實如果一個廣闊嘅天空嗰度飛呢，亦都感覺唔到佢嘅速度嘅，係完全唔會有 FPV 嗰種刺激嘅。反而呢，去到一啲譬如水面啊，或者你可能比較貼地面去飛呢，或者係穿過啲建築物、橋底啊等等呢，嗰一刻呢，就發揮到 FPV 俾你嗰種衝擊啊！我記得我第一次喺橋底度穿過去嗰陣時咧，係咬實牙關嘅。而第一次貼住水面飛行嗰陣時咧，隻手亦都係僵硬嘅。我就好想揾一大片草地，就算炒咗咧，都可以執得翻部機嗰種咧，可以貼住個草地喺度片嗰種感覺咧。不過香港唔知邊度有啲咁嘅地方呢？就算香港揾唔到呢種地方都唔緊要，因為嚟緊我會去沙巴，我相信沙巴咁大嘅地方呢，應該就一定會揾到一幅大草地，可以俾我同 Leo 2一齊喺草地上飛馳。另外我都會帶埋 Flip 去嘅。原本就話買 Leo 2係為咗可以好簡單咁打一部細細地嘅飛機過去就可以代替帶兩部機。咁而家結果呢，又要帶埋 Leo 2，又要帶埋 Flip， 仲要帶埋飛行眼鏡、雞髀啊，同埋 RC， 仲多咗好多嘢，真係吹脹。好啦 ，FPV 部分呢先嚟到呢度，等我飛好啲、拍得靚啲嘅時候，再同大家分享。跟住我會補充2個單車跟隨嘅測試。第一個呢就喺正面咁跟隨，即係以前 Flip 或者 Leo 1嘅定向跟隨啦。我哋睇下時速大概係18至20公里之間呢，喺正面跟隨嗰個效果係點樣嘅？嗰個快啲嘅得唔得？好，解快少少啦，騎行跟隨啊，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個效果啊？好，飆車，嗱，我加速啦，呢度你自己睇路啊，飆幾咁快㗎？有啲輕地方用字香港非常之快，有時比較出頭啊，小心啊！
嗰啲嘢汁都味到喎，睇嚟。翻嚟。測試結果就係只要唔係踩得太快咧，其實正面跟隨咧，尤其是大直路啊，其實係跟得非常之好嘅。咁轉彎係點咧？之後再測試啊。OK， 好中啦，開始。哇，有大車啊，小心！It's all about. I love the way it feels when I'm in the clouds. I'm taking in the 哎呀，佢都會偏平。 when I'm back on the 遇到障碍物，飞机将暫時改變跟隨方向。你一早轉急彎，我轉急彎你已經跟唔到啦。但我再轉到個急彎，我原本遇到障礙物，飛機將暫時改變跟隨方向。其實一轉急彎咧，已經有機會跟唔到嘅，即係唔可以保持喺我指定佢嘅方向。我而家指定佢喺右邊㗎嘛。嗱，佢而家有啲狼狽。遇到障礙物，飛機將暫時改變跟隨方向。好。遇到障礙物，飛機將暫時改變跟隨方向。遇到障礙物我哋話。 what it's all about. When I'm on the road, I'm capturing moments. I'm taking pictures so I can remember them forever and 後邊跟咧就永遠係跟得最穩陣。 ways I'm experiencing. even 你轉比較急嘅彎啦，譬如我而家喺度繞圈啦， All about 佢都跟得到，即係會保持翻個 direction。但係如果一旦係用左或者右，甚至乎前邊去跟咧，可能咧 wait to share my experience. 佢就有問題㗎啦。而家喺前邊，又有機會障礙物啦，係嘛？佢而家未飛到我前邊啊！ I'm a traveler, a lover of new places. I'm always open to trying new things. I'm a 好，佢而家喺我前邊啦。 magic. I'm always looking for the next opportunity. 轉急彎嘅時候咧，佢一定會飄出去，但係佢修正到咯。同 flip 同遇到障礙物，飛機將暫時改變跟隨方向。你正面去跟隨咧，即係所謂嘅定向跟隨咧，佢一甩咗咧，佢就完全甩晒㗎啦，係跟唔翻㗎啦。好，我而家再轉多個急彎，睇下佢表現如何。而家去到嗰邊又有障礙物啦。哦，佢遇到障礙物就飄高咗。遇到障礙物，飛機將暫時改變跟隨方向。我而家影下佢嘅狼狽㗎嘛。嗱，譬如我前面轉個急彎啦，大家留意下佢飛咗邊啊。佢而家喺我隻前面，我轉彎啦。其實速度我唔快嘅，不過角度又好大咯。而家佢呢邊啊，有障礙物啦，避開咗。OK。 Taking pictures of all that I see. 即係如果你喺比較密集嘅環境咧，就好難做到正面或者左右嘅跟隨嘅，後邊跟隨冇問題嘅。之前就有觀眾提過，可以用 Hey Fly 呢個聲控語音功能對 Leo 做一啲操作嘅，咁我而家就示範一下啦。Hey Fly， 在，哦，hold 翻跟隨。沒問題。喂，佢要飄一飄先至會去後邊，嚇死我！因為前面有車啦，好在啱啱過緊駁啫。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 DJI Fly App 裏邊嘅語音控制設置版面，要 Leo 2執行你嘅語音指令，首先要講出喚醒詞 Hey Fly， 成功喚醒之後佢會有回應俾你，然後你就可以用你標準嘅國語講出你嘅指令。指令嘅內容可以分為3種，第一種就係掌上飛行，第二種喺跟隨中嘅指令，第三種係安全嘅指令。除咗官方提供嘅呢啲標準指令之外，我發現仲有隱藏式嘅指令嘅，例如我要佢平飛，可能我講得唔好啦，或者佢聽
聽錯咗啦，以為係停飛，結果佢真係停低咗，而官方標準指令裏邊根本就冇停飛嘅。另外一個例子係我直接叫佢飛遠啲，而喺標準指令裏邊亦都冇飛遠點呢個標準指令，而 Leo 2係真係可以做到飛遠啲。結論係 DJI Fly App 咧，其實都係用緊 AI 去做運算嘅。除咗標準指令之外， AI 亦都可以辨認到一啲簡單嘅句子，都幾有趣啊！有待大家去發掘更加多嘅隱藏指令。好，而家我哋一齊練習下各種標準指令嘅正確發音。第一個係聚焦，聚焦。做咩啫你？好，咁大家可以喺公餘時間裏邊多加練習。Hey Fly，在呢？前方跟隨。收到。Hey Fly，在。遠一點。好的。嗱，要掌握到呢個 Hey Fly 嘅功能先啦嚇，因為咧佢聽 Q 錯晒啦。試下應該有英文版本，英文版本可能會容易啲辨認啊。即係我啲國語咧同廣東話係差唔多，可能會聽得唔慣。Hey Fly，在。點飛？沒問題。佢以為我講停飛啊，原來啱啱我講停飛，佢以為我講停飛啊，傻仔。得唔得？問問地啊，真係佢已經始終係生得住。嗱，佢又係偏向嗰邊，佢反應係慢咯，始終都係。而家轉彎啦，預留多空間嚟，如果唔係肯定撞啊！仲要遠距離添。由於佢力大過Leo 1啦，所以佢調整方向嘅時間係短啲嘅，但都係要就佢咯。如果唔就佢咧，嗱，譬如而家咁啦，或者譬如一間，哇，佢冇後備帳嘅，所以佢係唔知後備嘅帳係乜嘅。譬如我呢一度一轉呢，過去無論 Flip 同埋 Leo 一代嘅定向跟隨功能呢，其實都只可以喺後邊跟隨。如果擺喺其他方向做定向跟隨呢，其實只不過係無定向喪心病狂、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嘅一種飛行模式而已，謹慎使用啊！好啦，今次呢條影片就做到呢度。下個星期我同豬頭仔就會去沙巴旅行。今次我哋會帶埋 Flip、Leo 2、Gargos M3一齊出發嚟一個終極測試，究竟 Leo 2適唔適合單機出發去旅行呢？喺呢條影片製作以至出片嘅期間，香港經歷咗一件非常嚴重嘅人為災禍。作為香港人嘅一份子，心情難免係悲痛同埋憤怒。97回歸後，官商勾結日益嚴重，貪贓枉法無日無之。羅馬非一日建成，被摧毀就簡單得多。香港正在被摧毀，祝願所有善良正直嘅真香港人一切平安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密碼望遠鏡裡望穿星辰的情話，顯微鏡下觀察生命的掙扎，求知於是永不熄滅的火把，正義的天平撐過善惡砝碼，勇敢的腳步踏碎黑暗籬笆，真理的旗幟在風中嘩啦啦，守護公平是我們的回答。好奇心是求知的燈塔，正義感是真理的盔甲，虛榮會讓靈魂變廉價，貪婪會讓方向變偏差，求知的路上有荊棘滿灑，守護的途中有冷眼如夏，但我們有不滅的火把，照亮未來每個春秋冬夏。